台中的逢甲大学昨有一桩大树断去，致使一个学生死亡，3个人受伤。针对这个不幸往生的姓外研究生，校方除了哀悼全力协助家属，嘛会专门来检查后来131丛的大树。有专家是表示有可能是这树丛种的环境无好，树头才会烂去。若是讲这修剪的方式唔对，嘛有可能会造成意外。不幸过身的逢甲大学生物研究生的家属，对着这个歹消息，情绪也是无法度恢复。台中逢甲大学13暗头发生树倒去意外，其中就读材料所硕士班1年级的生物学生甲女朋友拄好经过。生物研究生当时这树直接跌到，当场失去性命现象，送医宣告死亡。学校方面讲会尽力来协助家属。学校有跟这个民台产物保险的话，我们有就是完整的这个公共安全意外险。那另外的话，当然学生的话就会有学生保险的这个部分。对。学校讲当时树倒落来，直接讲到2个人，另外2个人是厝头受轻伤。事发的所在就是伫学校内底青仔树大道，树龄差不多有60年以上啊。根据学校统计，这学校内底有131丛真大丛的树啊，内底有5丛状况无好，拢有裂管，每一季拢会请专家用药来治疗。倒去的这丛树啊，伫今年1月才治疗过，其他是每2年会进行大型的修剪。也毋过学生讲，这丛树啊，真久以来伊的生长状况就拢无啥好。跟其他树比较不一样，它是种在花圃里面，所以它生长空间本来就比较少。全案已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相验，以厘清案情。学校讲，倒去的这丛树啊，会等检方详验完了后，改刷走，也进行全面这树啊清查。也不过初步专家是讲，是不是因为真树岩倒去，也会来查清楚。不过青仔树是水边滚较浅的这个树种，现场生长的所在无够，加上互细丛树啊围掉咧，土湿气伤重，较会积水滚会烂去。另外，修剪了无好，也是倒去的原因之一。他就没有跟他打薄啊！你变成你头发很密，你虽然帮我剪短发，但是我头发还很密，还是很重。他如果是自然塑形的话，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附枝干嘛。他们这一颗是特别的多，这是修剪所导致的，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人为因素。树木医师詹宏春讲，修了无好，造成腹肌骨伤疤，造成这头重、下骹轻，都要应该改善。这个基本的环境修剪方式嘛，爱调整，才好度避免相关的事件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